1812全国语文竞赛汉语朗读文章教师组谢强编号1号7分神录音插播点王美珍演作喺到台北新繁荣嘅忠孝东路三浦角就有一間便利商店，數字同幾年啦，但搶一隻14路後就有6間。當日24點鐘開門做生意，一年頭天冇變了，設計、用嘅、買嘅都有，叫嘅、買嘅都唔會餓到，愛使到錢，咩唔是少。提款卡錄下個，驗視又好靚，連外國人就當新鮮。也按多年來，便利商店做得講係台灣嘅特殊風景，大約有11000人家，13人平均一年會去130擺。前幾年呢，嚟到難以展開第一間嘅下。當多人反對，唔過開賣4日就有超過4股3股嘅人來買個東西，冇幾久又開第2間，變成學生嘅大嘴股嘅好位所。原來呢度店面還會特別設計，比如講彩色嘅貨櫃店面。看起來華麗別薄，唔過第二位打卡做紀念有當地人寫，有到同卡通人物聯名嘅店嘅，都行會加賣限定嘅商品，當然就會當工來一位翕相買東西，連名風未來都鬧熱。雖然我接上去便利商店交關，唔過喺我心肝度一直有一間細細間嘅鉗記商店，因為佢係我第一擺去買糖嘅雜貨店。讀小學嘅下，我行8點鐘就會到學校，雜貨店就開到半路轉彎嘅路順。店面前有一條老榕樹，樹下有一張用竹嘅做嘅長凳板，本頂茶嘅人坐得粗涼大意。阿爸當相愛，不是就會本愛原國嘅賣食，故所變學轉嘅時節，就直接會去店嘅買2袋餅嘅，1包糜嘅。喺跳當主行電轉，就賣便機嘅，尤其係陶器所做嘅，味道真好，見識見行，再還愛見全將佢會用得嘅餅，一下想起來，都還會用什麼寫一下再順。嘅店頭家係阿謙叔公。向貨房人，故所對貨房嘅生意呢特別親切，仲係可以用笑面老大家講笑，夾緊碟算盤，店行嘅糜嘅、李涵、五福同義工堂，用幾下隻大玻璃硬嘅裝訂，人上賣，無論唔愛趁20、30嘅元都做得。特別阿叔公還會加一點糜嘅，無像本地爛鐵嘅義工堂本愛到。有時間，師傅嘅都好用得，又冇帶到錢，叔公咪會本生意嘅茶室，先帶轉去用。老一天，叔公咪是加雜嘅本愛，卡定雜嘅行定轉。唔會一年一度，
心肝肚真紧当小暖，太路绑这里，欠机商店无开的，不过阿欠所讲嘅店嘅，一切开到我嘅心肝肚，从来唔是关门，见摆食材行过几条路，條那仲會擔起來看啊，幾碟算盤嘅聲，一切真真，啲我嘅心肝肚。